台湾吼拄到的条件啦吼，这个安全的条件，会再讲是全面啦吼。无有一个国家像台湾安尼吼，唔惊伊这个内部吼，所以咱看见伊这个台南有这个防卫韧性吼，这是咱内部咱家己演，但是咱阮也知影，这个安全佮牵涉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讲日本吼，日本就准备嘛吼，有足侪准备啊，撤侨吼，这个当然有计划啊吼，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讲，以这个阶段，其他的国家做怎么款的行动，要有需要来考虑啊，吼。啊，恁讲日本伊即马来演习一种，就是讲，咱讲中国来封锁，还是隔离台湾，和日本的船无法度来经过台湾这附近。我讲日本应该做这种演习吧，吼。啊，其实以台湾内底，台湾内底，原来一档来主办这种一贯的演习吧，吼。啊，恁讲咱台湾知影讲吼，其他国家会受到影响，吼。啊，其他国家咱讲台湾受到中国的隔离，隔离就是讲，你的船啊要到台湾来，你大先要向中国去报告、报备啊，吼。啊，另外这种封锁，这封锁就讲你根本你都无法度来接近台湾。我讲这种原来是台湾安全的一种的威胁吧，吼。所以就是讲有足济就是讲，唔惊内部，佮外部，唔惊美国，吼，啊，佮有这个其他差不多80万这个外来的这个移工移民，以及台湾，吼，这都爱有考虑到啊。所以讲，就是政府。所做的代志，吼，一步一步当下去做，啊，但是伊做一步，普通啊，吼，咱普通就是讲这个反对党，就批评一步啊，吼，所以我看政府，就是讲赖总统，伊有坚定的决心，伊爱去做，但是伊做足一项代志，有诶无需要讲这样清楚，啊，有诶会当用别种的方式，较。路冷的指头，去讲一寡较对其他的国家来讲，因知影咱的意思，但是无想过刺激。卖伤刺激，但是伤拍青惊就对了。是，但是讲到这世界这其他周边的拍青惊哦，我是要请教院长，其实菲律宾真积极啊。哦，甲美国的一些因咧叫做那个比肩。联合演习已经足几年啊嘛吼，啊，尤其最近这几天掠这个中国的间谍啊，掠甲真厉害。啊，对着这演习，对中国嘛是真无客气哦。所以他昨杨老师所讲，中国这摆的演习无一定是针对着咱台湾，但是这个无一定这种感觉。是不是抵触到咱国的这个民众咯？啊，无啦，这针对着偌政敌啊，尔，不是针对咱啊。所以咱哦，内部咱都唔通安尼伤惊吓。老师赞成都这种态度。我较早有讲吼，就是讲伊大概拢是想讲要这个一兼二顾。这是上好的方式啦。吼，因为会使对美国甲日本表示伊的态度，啊，趁这个机会也会使到。来甲你吓惊，这两种的目的伊拢达成啊！但是伊吓惊台湾的迄个时阵呢，伊佫无想讲要规个拍青惊所有的台湾民众和台湾民众完全拢是针对伊讨厌伊，所以伊较会有这种分法。啊，伊这种分法对中共来讲，这应该是真正常的分法，就是讲伊打击就是迄个少数人，啊，迄个统治的迄个阶级。这对以前来讲，伊的做法就是这款型的嘛。但是对咱国来讲，这本来国家的安全就是大家的责任嘛，吼。所以政府来带领着民众，吼，来一步一步做。较早林老师嘛讲啊真清楚嘛，吼，就是讲政府会使做的，吼，基本上吼，就爱一步一步去做。啊，但是呢，对外交的这个面向来看，就是讲，要做的时阵，莫过度，吼，去。刺激伊啊，莫去刺激伊。就是讲你做会使点点啊做，啊嘛会使透过一种方式，无刺激伊的方式，甲伊对方传达讲咱有咧做，咱也有咧准备，你啊
有啥物咧叮当啊，你绝对是袂好啦。